好野球，我野球冇野球就什么老翻什么老高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乃黑起单眼，欢迎收看第8届启成敏的少棒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徐总的故乡高雄美浓所进行。这场季军战呢将是由北市东园、台北市的东园国小对上的是桃园市的景兴国小。那这个比赛呢，杀到了为期4天，11月28号打到今天12月1号，将要进行了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呐。我是徐展元，来一起单眼哦，来一起单眼。我身边的呢是徐总的子弟兵张泰山。大家好，我是张泰山。哦，泰山呢也很够诚意了啦哦，用我们客家话呢跟各位观众朋友问好哦。要不然我用原住民可以吗？这个是我们隔壁台啦。哇，不过呢，真的泰山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呢，就听哦，各位听啊，就是很开心哦，来这边跟大家来见面。那现在呢，就来这个对于选手的尊重哦，那他们要打到4强哦。才可以换上呢象征荣誉的85号背号徐总的球衣哦。那这个美浓啊，高雄美浓啊，天候状况非常非常的好，跟今天呢就是很热啊，跟台北比起来，台北还在下大雨，落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哇，这个介绍小球员们，他们应该也会觉得很有荣誉。真的。像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根本没有这种机会。是哈，是啊，可以一一唱名啊，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进场。进方式的第4棒，先发捕手，背背号10号李志敦。第5棒3垒手，背背号12号王启恩。景兴国小本场是担任第6棒，先发中外野，背背号8号林志宇。已经第7棒，一垒手，背背号3号吕佑成。担任第8棒，正手景兴国小右外野防区，背背号2号杨敏杰。景兴国小本场是第9棒，左外野手，背背号9号邱彦俊。同样来欢迎桃园市景兴国小总教练刘启安教练，以及景兴国小所有教练团及其他球员来到3垒线边。接着为各位介绍，本场是一样担任相当辛苦裁判工作，为各位介绍本场是季军战主审洪子清先生，一垒审苏春贵先生，2垒审陈嘉义先生，第3垒审郑浩之先生。裁判与双方球队确认最后封锁名单之后，精彩的这一场第8届。我们一介绍了球员呢，还有包括呢辛苦的裁判老师进场之后呢，这场季军战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哇！那其实呢这次的比赛啊，很多的小朋友啊，其实本来呢这个启成敏啊，国际休崩赛啊，是国际的哦，那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啦，所以国外的球队没有办法来台湾。对，可是名称还是不会改变。对，而且这次呢也有一点国际的味道呢，因为特别是有这个尼加拉瓜的一个大使，对，驻台大使，哇，那。这个算是李蜜娜小姐哦，她是毕业于铭传大学哦，那她非常的也喜欢棒球啊，对。那所以呢，这次呢也特别来这个比赛呢来为小朋友加油打气啊。辛苦的打气呢，今天最后2场的决赛，虽然在总决赛阶段不能够取得胜利，不过依旧成绩相当优异，希望小选手们待会在场上有最优异的展现。好了，不过呢，这个小朋友们哦，以球会友啦，哈、那个有时候我常常说，打这个季军战哦，要眼泪擦一擦啦，就是4强赛输了嘛，
可是我觉得很不错的是，他们可以打进4强赛，一定是有一定的实力存在。没错。像昨天有哪一所国小，哦，输了，哇，那个场景好感伤哦。是哦。一输那一场，时间一到，输了那一场的那个球队里面，全部都蹲下，哭着眼泪，真的哦，流着眼泪这样子哭着，哦，心看了都会心疼。因为他们其实他们非常的在乎比赛啦，哦，嘿嘿，客家电视台哦，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台长啊，张壮谋台长。因为客家电视台呢，从第1届开始，就是力挺我们客家许生明总教练，都每一届都有转播。好球啊！好球啊！好球啊！好球！好球 ！Q Q， 好球！第8届徐生明国际赛号棒锦标赛季军战的比赛好球。红中比赛呢是由台北市东元国小先攻排出来，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庄云荣，2棒马佑嘉，3棒是丁子琪，担任捕手，4棒是林辉恩，5棒董毅，6棒杨成佑，7棒是高俊佑，8棒林志尧，9棒是黄培恒。而至于呢，在桃园市的景兴国小排赛的防守阵容，先发投手林廷义搭配捕手李俊恩，1垒手吕佑成，2垒手林永佑，3垒手是黄启恩，游击手肖彦泽，左外野手林振宇，中外野手杨敏杰，右外野手是邱彦军。东元国小哇，这个东元国小也是台北市的强队呢，对，传统强队。先来看一下桃园的景兴国小，先发投手林廷义，155公分，50公斤呢，11岁。现在那个张可洛几公分了？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你没有关心自己家小孩，我们找那个静怡来问一下。他才几年级？4年级？5年级。我还以为你不知道他几年级嘞。好了，因为在这一届第8届的徐生明少棒赛也有特别不一样哦，因为呢更有一个传承。第一个呢，当然是等一下冠军战呢也会来开球的，就是徐总叠米农高雄米农，我们的家乡是有一个美农少棒10年培育计划。那第一届的这个小朋友已经变职棒球员了。对，我们的小桂圆，刘桂圆那另外呢，有很多的这个徐总带过子弟兵的小孩，包括张泰山的小孩张可洛，还有像是沈玉杰沈玉杰的小孩是北市福林国小的沈立成。当然，王金勇的小孩那个176公分。对，王思文是龟山国小，等一下冠军将会出赛。应该会不会是他主投？比赛开始喽！比赛开始了，这场季军战，打击区上的是东元国小的第1棒庄云荣。safe！ 现在这棒球是速度棒球。是，看起来就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内野滚地球。对呀。结果呢，跑出内野安打。当然，少棒垒跟垒之间的距离比较短不过张泰山少棒的时候应该也跑不出来了。因为我都是打全垒打嘛。好，公你讲的不用打。你问我，我当然这样子讲嘛。是，跑不出内安打，直接打全垒打。轮到第2棒的马佑嘉，哇，马上到垒，2垒那边 safe。1垒上的张云龙，盗垒成功。哇，这夹
就是脚程很快啊，对，就是会干。那刚刚也没有做触杀啊，那个球传短了，这个球啊，孟加斗没有接到。二垒跑者怀得分，东源国小先取得点。即将垒上的跑垒员顺利送回本垒，目前比数形成1比0，2垒有人。接着上场东源国小第3棒捕手丁子琪。其实我看少棒比赛，我最喜欢的不是看到里面的内容，而是旁边的那一种喊声的那个加油方式。是的，哦，每次看到加油方式，我就觉得哇，又回忆到当时在以前小时候。可是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方式，有那么多的方式加油声的方式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哦，现在反而流行歌曲啦。或甚至他可能有一首歌曲，可能他还没有出生，他们就已经会拿来唱，会变成一个加油歌了。因为现在职棒啊，职棒有很多的加油方式啊，对不对？对，都会拿来使用。那刚刚那个是要给中外一手失误哦，给小朋友失误。好了，哇！第3棒的丁子琪，中间方向穿越的安打。这个东源国小来势汹汹啊！是。强劲的陈安打，并且在1分的打点之前，一样形成了2比0。其实东源呢，在第1届的徐生明少棒赛啊，是打到4强哦，第4名哦，第4名就是季军战输给了桃园龟山。然后呢，他们还有一次打到4强，是前年2018年，他在季军战赢了日本的东练马，拿到第3名，就是东源过往，这是等于第8届里面呢第3次打到前4强。接下来第4棒，野手11号林辉恩。好，轮到的是第4棒林辉恩，但一垒的那个应该不会盗垒吧？很宽哦，那可不一定的啦。人家看起来就比较圆乎乎一点，他捕手。以前有一个球员叫林宏源，你有看过他盗垒吗？有嘛？你就山猪啊？对呀，因为他叫山猪，特别快。我相信这个应该也可以当山猪吧？你看那投手哦，就投手哦，有签字呢。真的跟你说嘛，你不要以为胖就代表速度慢。跟你讲，你看你左手边这一位就知道了，就是也是有摆道的那个庄泰山，是不是？看起来是很胖，不？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小球员，像我以前的小球员，他说教练，你怎么可能有摆道啊？不相信的，因为这些小球员都会去看你的资历，然后你到底创造了什么记录？他们好像只注意，不是注意全垒打，只注意不可能的东西。哇，这边投手这一球投进去了，非常漂亮。好 Q 啊，好 Q， 好 Q 啊，好 Q 啊。哦。本垒后方的界外球击好球一颗，2个好 Q，2个坏 Q， 2好2坏。哎呦，这个第1局啊，东源国小呢是大概半小时前呐，就输掉了4强赛。对，虽然说接连着要打季军战哦。一方面说可能会稍微疲累一点，但另外一方面身体都很热。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国小可能还感受不到什么叫累。有道理。哇，这个外角球飞到落空，3振，哇，投手林廷义投出了3振。接着上场打击第5棒，总算是一出局了。7号董义。
好，打球人到第5棒的董毅，143公分。其实我看少棒哦，就是常常看到个头很娇小的小朋友，然后拿那根球棒，我就会觉得第一个大家会觉得很可爱，第二个也会蛮感动的。真的。哦。可是幸好现在可能球裤都有量身定做，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都是传承下来的裤子。有时候学长大我们一届可能身材都比我们好，然后我们这一届可能都是身材比较矮一点，然后可能为了要传承这个裤子，因为相对的也没有经费了，然后可能就是在穿起来的时候落差特别大，反而那时候穿起来更可爱。因为肤太重啊，就是裤子太长了哦。143公分，刚我国小毕业就是这个高度。真的吗？哎，对。哎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后来可以长这么，还可以长一点点。所以大家呢以一垒跑者先跑了，这个是拉到了耶，是不是？是不是？你怎么可以小看我们的小胖胖呢？你看看。哇，这他到了，这样进盗垒成功呢？哦，哎，有没有像刘世豪？哎，没看那个旁边小朋友喊的，就是现在几号？60号。哎，60号要去你们那队了。是啊。哦。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喊吧。哦呦，懂得牵制了，还怕他到3垒呢。真的哈。那个丁子琪，好，丁子琪，像女生的名字哦。没有啦，人家是一个土字边一个金呐。你先不要看名字啊。哇，小胖加油！要逼教练把他挡下来。2出局。哦，应该说是1出局，应该是先挡下来才1出局啊。第6棒3垒手前面号15号杨承佑。教练还是蛮那个知道自己球员的速度的程度在哪里？哎，对。哇，在1局上半，东元国小已经打了3支安打了。今天也才1出局而已。哦，那现在又要顾1垒的跑者，打球人到的是北市东元第6棒的杨承佑，又到垒，球传给投手。像这几天我在观察，然后在观看很多这一次的比赛，几乎只要你到1垒，几乎都是到2垒。对，没错，少棒还蛮常见的啦。对。哦。因为垒跟垒之间的距离，当然比成棒来说比较短。哇，这个球有举手没有接到，垒上是2个跑者回来得分，打击的杨承佑也上到了2垒了。哇，现在4比0了。加上一个接球的失误。好，垒上的2位跑者顺利的跑回了本垒，现在添2分。好像打到游击手的脚上。啊，对，他把他踢出去了。目前比赛形成了4比0，东元国小来领先。接着上场动员第7棒，由外野手3号高俊佑。终于解决了第2个。我2垒的跑者上3垒。对。3垒目前形成2人出局，3垒有人。那个当球评也是要那个，因为你要教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在看的。这个球你觉得有机会喝足2垒的跑者上3垒吗？是没有办法。没办法哟。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像国小的比赛。我觉得他们就是按照他们最基本的，只要能抓到前一个出局数。那如果说你要防止2垒的那个，除非你打得非常快，可是有时候球非常快，我相信小朋友的反应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如果说他们不是一个传统学校的话，我相信他们只要先以抓出局数为优先。对。
主要是刚刚那个球稍微慢了一点，对对不对？如果快一点的话，投手可以那个更高级一点的就去夹杀啊，对不对？如果二垒的跑者要跑三垒，对不对？就可以夹杀他。可是东眼国小算是一个传统的学校，我相信他们的那一种一击到球马上冲到三垒是可以的，是允许的。看三垒手，对角传一垒刺杀打击的第8棒林志尧，也结束了一局上半东元国小的进攻。这个半局东元国小攻下了4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看一局下半了。桃园市景兴国小的进攻。大家好，今年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来到了第8届了，希望这些小球员们穿上球衣，永不放弃，秉持着徐总的精神。那12月1号我们有冠亚军赛，希望大家能够到美浓来看球赛哦。比赛要进入到的是一局的下半啦。桃园市景兴国小的进攻，在一局的上半呢，台北市的东元国小攻下了4分呢，西魂呢。小朋友呢，在这4天呢，在高雄美浓其实都蛮快乐的哈，真的非常的快乐。好的，来为大家介绍景兴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林永佑，场上投球则是东元国小的先发投手庄云荣。打出一个界外，好远哦！你不要看我个子小小，这东元呢，这个总教练赖明南总教练哇，也是在基层了很久了哦。真的，投手是投外角。庄云荣有146公分哦。哇，左外耶，又界外。这个林永佑连拉2个球呢。我们刚刚虽然输了4分，我们就要想办法赢回来。这个一开始第1棒这个气势就不错，有没有？真的。所以投手来说，就是用界外球取得好球数也是不错啊，但量好球之后就不要了哈，额外还是给他打界外。这还不错，这小朋友，球棒还蛮黏的。这是张可洛要学的。张可洛，对啊，这个本来好，先来看一下2好2坏。哇塞，内角，真的，因为本来这一届的比赛呢，我们在记者会的时候有说如果张泰山的小孩张可洛，他是桃园大有国小，对，如果能够打到4强赛，就可以听到呢张泰山讲评自己的小孩。有困难。哇，打得好漂亮。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投打都有一定的水准。很棒。像我以前常常在办一些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去少棒赛看比赛，看这些少棒的比赛，有时候旁边的家长都非常的有精神。有时候才想想，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让他们这样子为孩子加油。然后当自己的儿子在打球的时候，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就轮到第2棒的萧彦哲，
所以大勇国小没有这个成军没有很久哟。当成军很久，可是他们觉得大勇国小的那个什么球风就是我们5年级才有科班的学生进入，所以他们3、4年级不收球队的。哦。所以可乐他们球队可能5年级可能在刚接触差不多4个月就出来比赛。哦。所以他们以前是没有在接触。哦，这个球速还蛮快的哎。这个挥空被3振了，2出局。哇，东元的这个投手长得蛮帅的。又帅又是当投手，在学校应该。哇，这个投手对投手这一棒打到这位风向落地了啊！林廷义要出了安打。昨天看了一份报道，他说这个投手是3拍子的选手，好，打得好，读书好，哦哟，颜值高，好像跟3拍子没有什么，也是3拍啦，另类的3拍子。一般棒球场的3拍都是这个跑打手嘛，对，他的3拍子完全不同。桃园的景兴国小，2出局之后接连出现安打，第4棒的李俊恩右外野方向安打，3垒这边 safe， 内野跑2垒那边，结果本垒这边跳起来躲触杀，哎呦！林廷义被触杀在本垒之前，成为了这个半局第3个出局数，非常可惜呀。好了，1局下半呢，桃园市景兴国小2支安打，但是并没有得分，1局打完0比4，4分落后。台港后乃黑中信兄弟外手吕不远，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徐生命杯。过去我也是第1届的少棒选手，期许大家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记住徐总的精神，穿上球衣永不放弃，加油！欢迎回到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啊！刚才看到了刘桂元那个也看到他是第1届哦，就是徐总过世的那一年，2013年2013年也是好想你喊过那一年那徐总我记得是8月多过世了嘛，然后年底就办了第1届，那刘桂元那个美浓对国小的，就是参加过。这个好，第一个是那个这个船又漏接啊，然后就冒险去跑啊，有时候你落后4分哦。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看少棒比赛，你不要用太专业的角度去看他们。我觉得你是让他们开心快乐的打球，因为毕竟这项还是小，要看是看以后，只要把最基本的观念做好，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刚刚那个有没有那个本垒不能阻挡，你知道吗？今天争议很大。有没有电视挑战的？挑战不能挑战的好不好？这个可是刚才那小朋友跳得蛮高的，可以运动细胞不错。连打第1球，哇，2垒手。熬斗，2垒手景兴国小的不错，林永佑不错哦。渐入佳境的景兴国小，这个有一点难度哎。真的，哇，这个魔术师黄忠义。这是要抓下第1个，这个
脚哦，就是脚很快哦。哦，这个第一棒哦，我们刚刚有看到，他也是投手呢。长得又帅哈。哇！也有击手，没有接到。所以我刚刚说过，其实人家看到球场上想要表现的小朋友，你们不要真的太用专业的角度去看，不要太那么严苛啦。对，严苛。技术上的要求不要太严苛。接到第上半的进攻，由第2棒中外野手17号马佑嘉。打击轮到第2棒的马佑嘉，哎呦对，一垒这个刚刚给人家盗垒哦，要加紧看管一下。但我觉得他还是会跑，一定会跑，一定会跑哦。脚程这么快，又长得又帅。脚程跟帅没有关联，没有关联。可是镜头会照啊。哦。哇，真的跑了！真的跑了！哇，还是抓不到，真的很快。上到1垒真的就是往2垒道，真的。这个要一直牵制吗？好像又会失去对本垒这边的这个专注度。对。哇，这个捕手接得不错。这捕手的身材非常好。李快牵制的好。牵制的好漂亮。总有一天抓到你哦。可是刚刚与游击手的搭配非常好。4面精彩的牵制，完成这个出杀，2人出局。景兴国小这边哇，让你到2垒啊，没有关系哦。某有紧不要紧我们客家话某有紧，在2垒这边就把你给牵制。不过那个跑者也是正确的啦，被抓到就是往前跑啦，不要在那边被跑来跑去被夹杀。有几手接球传1垒，刺杀出局。变相的3上3下结束了2局上半，东元国小的进攻没有再得分数，还是维持4比0领先。喜爱棒球热爱棒球，没有棒球就吃不下饭，就睡不着觉，甚至就会活不下去了。棒球是棒球狂，各位参加第8届徐胜明少棒赛的小朋友们，开打后，我是体育主播徐展元。在棒球场上，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挫折，但展元希望你们能够秉持着棒球比赛9局下半平手，2人出局满垒，你在打击区上一定要打出再加安打的决心和勇气来面对任何挑战。展元为你们加油加油展元为你们加油啊！对啊，徐胜明少棒赛已经进入到了第8届了真的这个一路过来，其实师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预计是可以办到10届了这个师母觉得是一个十全十美，所以他一届一届都坚持下来。如果以他的个性，我想10届可能只是一个阶段而已。虽然他说他每次都说哇好累好累，真的很累。是。因为当你要去募款，为了要续办下去，去募款是最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又不是那个拿张泰山的脸出去就募得到钱。可是我都陪他去，可是都摸不到钱。打第一球，投手跑了好几远哦。因为刚刚跑不过。你说投手刚刚跑到3垒跑不过，因为我刚刚盗垒失败。对啊，觉得自己跑得不够哦，要多跑一点。这个我相信这个观念是不错的，因为他接到球，他可以慢慢的他跑向1垒。可是不要跑到1垒的话，我刚都已经靠近1垒，真的。打球员到第6棒的林振宇，我刚才有听到是教练还是什么有在喊说抛了，对不对？就是可以把球抛到1垒了啦哦。我都很怕他自己踩垒包。是，那到时候给你玩就好了。有时候要给1垒手接球嘛。好，这个捕手动作也很正确哦，补一个 tag 的动作，不然会有不死3振的。那打者就林振宇啊，回去看那个重播影片的时候，因为这个客家电视台啊，客家电视台的 YouTube 就没有客家话了。YouTube 好的新的词吧，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捕手没接到也要自己知道可以跑1垒啊，还是要往1垒跑一下，搞不好人家传1垒会传偏啊，就不死3振啊。对，我现在这些都是这种观念里面，应该都是有教练去做去沟通的，然后去训练出来。对。那就轮到第7棒的吕佑成。2垒手虽然漏了一下，但还来得及刺杀了打者出局。3上3下结束了2局的下半啊，景星国小的进攻没有攻下分数，2局打完，景星国小0比4 4分落后。大家好，我是刘俊豪，我现在就读国立体育大学，守备位置是游击手。我是徐总10年培育计划的第一批球员，因为徐总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我坚持到现在已经读大学。也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学弟们也可以穿上球衣，永不放弃，加油！的上半，北市东园国小的进攻了。目前呢，东园国小是4比0领先。那我们每一届呢，启程命徐总的少棒赛呢，都会呢在这个现场请到在地美农国中的教练曾国光教练，对啊。真的，特别是今年闽农徐总的10年少棒计划开花结果了。终于从那个徐总的那个手下已经出了一个刘桂元，我们美农的那个美农之光。对呀，成为了美农之光啊，来了。美农之光。那在比赛呢进入到3局的上半。大神泰山爷，因为我看到工作人员说：“教练，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我们直接讲就好。”太伤太伤一些了，讲过太伤一些，那糖的都。哎呀，对，我可以当翻译，讲太伤一些就讲大声一点。哇，不过呢，真的每一年来这边看到美农国中那个球场特别是外野那个树啊，都会有很深的感触啊。没错，那个就是
这一次其实比赛我们也经过了有，安尼啊经过个多位咧安尼，大家要双方来对安尼球撞个最好来分大家来，安尼来面容啊只个安尼球撞好来分大家，就一条全体的球队来只个比赛安尼啦，就最好的面表现出来表演安尼啦。对，就是美浓国中哦。在这一次的4天的比赛，那也把场地整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哇。好，现在场上打击的呢是第3棒的丁子琪，上一次打击是中外乙方向的安打，后来呢我们说他不会盗垒，他就给人家盗垒。你看你安泰球，安泰球，不过伊身体的素质唔会差迄打伊来有得。太酷的安尼选手打球的伊嘛佫会做啊，所以也无看伊太酷，伊咧踢也会跑啊，嘿，就是教练就是说他这个看起来胖胖的，但其实也蛮会跑的，真的。哎呀，力量也不错，力量也不错，会在这一届的比赛美浓国小有打到那个复赛，对啊，对，其实。现在美浓的小朋友，其实身材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突出，按突出那样啦，所以后背安尼就会身体的肌力也就变得够细完的。所以安尼经过了以后，经过安尼美浓的安尼宣传，对安尼美浓的安尼棒球在技术在内对发扬光大安尼。投手正面的弹跳球，打者遭到刺杀，轮到第4棒的林辉恩。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教练像你们美浓国小的球员，都是当地的学生吗？还是同一个学校，还是从外地可以捡过来？目前我们美浓国小的那个组成大概是有原住民，大概是占1/3啦。原住民占1/3，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客家的客家味的组合啊，对，我们都是从那个纳马夏还有那个大爱村，就是一起过来跟我们做结合，对，这样也蛮不错的，对，真的很棒。好，这边呢，东园国小第4棒这边换代打，换上6号的杨炳廷，但打到4强，大家都穿。这个徐总85号了，也是要介绍一下。是哦，但所以以后很多的，这个近身球，那以后他们长大各通那种，原住民可以学会客家语，对啊，我就是要讲这个。然后客家人可以学会原住民语，对啊，哇，这很棒的一件事。对呀，其实我们现在在教学，就是有客语跟那个原住民语都会参差去做学习。哎呦，所以小朋友无形中他也可以学到客语，然后也可以学到原住民。对。最好的一个最有趣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客语来执行战术，所以会让很多的本国岛安的其他的球队。名唔出来都觉得做满了，他们也不懂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战术，所以我们有时候摸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会看错，那我们就统一用讲的比较快，他们都很快很容易就是马上就知道我们要执行的战术这样子。原来这些动作都是骗人的，对，这是暗号在口中这样子啊。满斗啊，短打怎么讲？短打，这个我听得懂哦。对，听得懂。有一点，其实音是有点像。对。那你们原住民的短打怎么讲？你不会？不要考我这个问题，太难。不过我就有说我们是这个，这边3垒手接到，传2垒，再送1垒。哇 ，nice play，double play。哇，少胖要双杀不容易耶！哇，在这边呢，景兴国小策动了双杀守备 double play， 3局上半，东园国小变上3上3下，没有得分，还是维持4-0领先。大家好，我是张泰山，安打全垒打，
现在正在比赛的你们小朋友们，泰山叔叔在这里为你们加油哦！脚抬高一点，抬高一点才可以打出2垒安打或全垒打，加油！好，在转播现场，这是曾国光教练，男米农民，好，我们美农人，好。对，你米农有多久了、啊？带少棒、青少棒？带青少棒、带小棒、长小棒，带已经加起来有11年了。11、2年哦，哎呦，所以有咩个后生可是有做教练啊？其实我最佩服的就是少棒教练，或者是国中教练，对，因为他们在这种还不懂，然后你要非常有耐心，然后有时候也不敢想要骂。你不敢太严厉的去骂，对，小心被告。所以现在都很说言语上的霸凌，对，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小心这个。中得，好就不可以。你带小棒、抢小棒都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去带人啊，用鼓励。听得懂，我听得懂。鼓励听得懂，对，用鼓励。好，现在呢3局下半了哇！桃园景兴国小刚刚用双杀守备哦，先看他们的反攻，等要先能够突破东园国小鲜花投手庄云荣。就我记得这个很久以前哦，我还有播，当时是金龙旗青棒赛的时候，曾国光是高美护工啊。是，对，我还有播过。那时候金龙旗也是国内的像黑豹旗的这个大赛，对，所以当时参加也是很有荣幸这样子。嘿呀，就是各个就像黑豹旗一样社团球队可以参加的。那当时就有高美护工第米农啊，第米农作，第本体米农安尼啦，然后就因为后尾经验都好起来就。学讲就冇學生嘅，就冇經驗嘅哦，係啲嘢，他的外角球很猛哎，犀利，很犀利哈。你投訴嘅你接球嘅入對點嘅好嘅時間，當然有啲攻擊打出安打機佢就變少嘅啦。你雷点这我第一次听过进雷点，你雷点，蛮专业。再讲一次，你雷点，你雷点。我会不会播完一场比赛，我就会学会客家语？可以哦，我们都可以交流，客语跟那个都一起做交流。哎呀，可以交流。打球到第9棒的邱彦君。泰山，我可以教你一个。其实我们客家话，大家比较会搞混的就是，我们讲对，其实错啊，你听起来是错，对不对？对。但是这是对的意思。如果你们刚刚没有跟我讲的话，我说，他错在哪里？就是一开始听客家话的人会觉得，怎么意思好像整个相反？那对呢？会不会交换的？互换，错就是对啊。对，我说那个呢？错呢？哦，错吗？错，错啊，加一个不啊，错，错。哇，连2K 啊！就像刚刚教练讲的，哇，球速不错，进垒点也不错。对。你雷点，你雷点其實就有啲安尼接球嘅啲角度啊，角度，角度嘅錯嘅，本咱嘅打擊嘅安尼學生嘅，都冇按簡單一打。3垒的滚地球，第1棒的林永佑遭到了刺杀，3上3下连续2个半局啊，景兴国小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分数。好，我们这边也非常谢谢曾国光教练来跟我们来聊聊，待会冠军赛之后还会再請他過來，謝謝教練，謝謝感謝。大家好，我是周云珍，我现在就读国立体育大学，守备位置是投手。没有徐总的美浓10年少棒计划，就没有现在的我。希望学弟们可以继续加油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加油！好，比赛来到的是，现在是要进入到的是4局上半。哇，不过呢，其实这是第1局啦，哦，对，那个景星国小好像还没有再进入状况。不过那4分就其实，在东源国小的投手啊压制之下也很难追回来。不只是国小啦，我相信每一次的比赛在第1局的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刻。对。如果当你还不够专注，人家已经专注的话，你就可能失分，然后就会被人家打得很惨。打击第6棒，上垒手15号杨纯佑。好，比赛要进入到4局上半，东源国小第6棒杨成佑开始打起。攻冲冲，这是你说对不对啊？冲，就是对，冲。我觉得这2队值得赞许的就是棒球观念都做得非常，还有以基本动作做得非常的好。对。对啊，泰山那个可洛会不会跟你抱怨教练太凶啊，或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我从他们在社区棒球还在玩棒球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在观察大勇国小的教练团。对，所以我才可以放心的。然后哥哥说想要进入球队的时候，我才可以放心的放到大勇国小去。对，因为我那时候这次的比赛里面，因为我都在看嘛，然后旁边的记者特别的告诉我讲说。他很喜欢大勇国小的教练团，因为他们都用鼓励代替责骂，对，所以这也是我想要把可洛加入在这一支球队里面。哇，这个有点弹高起来，但是2垒手反应还很快哦。林永佑这个守2垒，刚刚那个泰山有说他是那个东哥啊，2垒魔术师。魔术师。哎呦，这边换代打。16号。东源国小换上了16号陈元浩。那这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今天就是今天哦，在下午的1点半，1点半冠军赛哈，1点30分，今天呢，12月1号下午1点30分冠军战呢，先来看一下这个代打，有界内哦。就，跑到卡到障碍物了所以是这个比赛停止，2垒安打。但是这个代打也不错哦。换2个代打，2个都上垒，都打安打上垒，哇，很棒。8下1上。这个右外野手很聪明，有没有？对，直接跟裁判说卡住，对，你要比出来，很棒。你如果自己硬去把它拉出来，就反而人家跑到3垒了，对不对？这个右外野手杨敏杰很聪明。再次的使用代打，东源国小换上1号周辉恩。现在换上了1号的周辉恩。对，跟大家预告呢，今天的下午1点30分1点半呢，冠军战由桃园龟山国小对上高雄市的桃园国小。它那个桃园呢是3点水水源的源对。我想说又是桃园龟山对上，怎么又是桃园国小？不是哦。
然后这个6传3，2出局，2垒的跑者上3垒。出局达到了推进的效果，2垒上的跑者顺利推进到3垒。5下12上。再换代打。好的，12号。换上12号的黄培峰。换有球衣编号12号黄培峰。觉得我蛮赞许东眼国小的教练团的调度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希望说每一个球员都能参与到这一次的比赛，而且还有转播。对，所以你看他一直在换代打，一直换代打，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可以在镜头上露面。没错。对。好，2垒手拦截。上往1垒，刺杀的打者出局。4局上半，东元国小没有再添分数，还是维持4比0领先。记录就是强调参与，但徐总的少棒赛呢，就是按照正常的什么我看到一个球员打到脸了。哎呦！有看到一个球员打到脸。你说传接球的时候？对，没有注意到那个呢，防护员，很恐怖。传接球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对，知道。哎呦，又站起来。游击手哟，对，哇，好痛哦！东元的游击手，对，还是刚刚有换上去，没有，董毅，他又站起来了，哇，泰山亲眼看到，亲眼看到，是从远的地方直接，从外野传过来的，对啊，我以为是 KG ball， 他没注意到哇，但他又站起来了，真的好棒，好厉害，又打到了，又打到游击手。OK， 好了，没事就好了。不过小朋友有时候就是怕说有事不太敢讲的嘛。对，有时候会这样子，那没事就好。好，轮到景星国小的投手林廷义的打击。刚刚泰山一直强调的就是说，那个因为有些棒球比赛是规定每一个登录的球员都要出赛那但是徐总少棒赛呢，就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调度。对。那这个就是看教练要怎么去安排啦。像东元国小就尽量让他们的板凳球员都可以出来可以在电视上露面了。2垒手接到，哇，好抖，小胖，你看我们人家的反应多快，真的，就跟你说嘛，可以快脚啊，非常快呢，他们的手背都很好你看，你刚刚还说人家跑步快，哇，这个侧身单膝跪地接球，好可爱。好，打击轮到的是景星的第4棒李俊恩。哇，今天景星打到现在只有2支安打，而且从第2局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上垒了呢。有界内，哇，
一垒手。这又是一个3上3下，连续3个半局，景星国小的进攻都是3上3下没有得分，4局打完0比4，4分落后。哇，从这个空拍镜头来看米农啊，这个好漂亮。对，可以讲哦，这个非常的漂亮。怎么没有照到我们？啊，从这个，也欢迎呢。大家呢有空啊，有喊哦，我们说有喊的撩啊，就是有空的话呢，可以来米农哦。来玩好，来聊，行，来走走。非常稳健的先发投手，9号10号庄云龙。哎呦，又轮到第一棒了。在国小东厂，一个王牌投手几乎都是第4棒的人选。哇，东引就是不一样。王牌加第1棒是。好了，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那个球员他们打到了4强哦，才有这一套徐总85号背号的球衣，但是他们胸前还是有他们原来的背号哦，也就是说代表这个衣服是他们有为他们这个量身定做的，那还是他们自己的背号在胸前。不是统一这个前后就是都85号，谁穿谁的都没差，并不是哦。吼，这2套衣服真的很漂亮。有这个我们客家的元素在里面。对，每一个球员都看起来都亮了起来，帅了起来，就像我们2个穿的一模一样。真的。然后我头发感觉都变多起来，有吗？有没有？看来兄，英狗已经黑某了，应该是没有。哎，我真的很怕他们有一个球员打全垒打，然后你会怎么样？哦，有真的吗？来讲一次。这个球就像张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鬼木了哎。对啊，麻烦打一支吧。其实冠军赛有机会哦。哎呀，张卫手没有接到啊。张卫站得不错。哎呦，哎呀，又让快腿上垒了。张卫站得很好。接着上场打击中国小第2棒。中外野手17号马佑嘉。我们趴就是没关系，不要紧哦。客家话讲是母趴，臭哎啊！不过这一局哦，但是现在4比0呢，这个比数哦，维持了还蛮久的哦。不过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还是有口斗哦，就是4局，但是现在4局。结束了嘛？4局是相差10分呐，5局是相差7分，那正规是打6局。这个捕手蹲得很外面，结果那个投手丢到内角内侧来了。我刚刚讲过了什么？不能用什么？不能太严格这样。对，因为我们技术上还是要。哎呦，到了！哇，刚刚没倒成功，我现在再倒一次给你们看。真的。所以这小孩子的比赛解读非常好，这王牌投手，他知道怎么开始玩球。是，而且没有说领先4分，第5局不能倒垒哦。不像职棒，领先7分，你给我倒看看。
现在这个打者就完蛋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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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其实我往往看到小朋友的那种落掉，或者是打不好或打很好的表情，我都好喜欢看他那种表情呢。好会都呈现在脸上了。最后3号的这个吕佑成老师，一垒手要暂停一次。我者来杨局暂停，进行高度沟通，请新国小。新国小在这个半局再添1分。像我昨天看了一场比赛，然后好像是高雄对台北，然后刚好是再见失误。当再见失误那个的时候，整个人全部9个里面全部都蹲下来趴着这样子哭，真的。我看着那个场景，好难过。对。一垒跑者先跑，直接被接杀！哇，这边东元国小下战术，一垒跑者先跑。那2垒手，景星的2垒手真的很厉害林永佑。哇，有换代的。对啊，这个跟他有移动到2垒，就是1垒的先跑嘛，他有移动到2垒，但马上又回来把这个平飞球接杀。应该这是打跑战术。1垒的跑者回不去。老师，随便打，13号。其实今天景星国小也演出了2次双杀守备了。换代打13号。打球了。东元国小这现在是启用代打，准备好13号侯胜文。喂，换了侯胜文。哇，好漂亮，好漂亮！哇，在5局上半呢，东元国小是只有攻下1分，目前是5比0领先。比赛来到了5局下半呢。其实老实说，刚刚5局上半哦，要不是有那个双杀守备，真的我心中想的是有没有可能一下又像第1局一样，有没有？因为一开始失误上垒，然后就攻下3分的话，就到那个5局7分的扣斗分了。对，我相信他们可以的。那好险，那个双杀出现之后只掉了1分，对不对？就那局只掉1分。那连续2个失误，这比赛可以让景星国小我景星倒是只有2支安打而已。那也非常感谢呢。你看，在这个全垒打，这个大家的热情帮忙了，各个单位热情帮忙了。这垒手12号黄启恩。而且景星国小是第1局，好不好？在本垒出局啊，对，跳起来躲那个触杀，就那边出局了之后就再也没上了，就没有再对啊，棒球有时候真的很妙1局下半2出局之后2支安打，对方还失误，结果你在本垒前出局，断绝了攻势。好，这个半局5局下半了，桃园市的景星国小是从第5棒的黄启恩开始打，上一次打到投手正面的弹跳球遭到了刺杀。桃园的少棒真的很厉害哇！
这个景兴国小也是在徐总少棒赛第一次打进到4强。那我刚刚讲到那个冠军战嘛，今天12月1号，下午1点半啊，1点半了，龟山国小对上桃园市的桃园国小。龟山国小是3连霸在徐总少棒赛已经3连霸了，而且要迈向4连霸了吗？对，今年他们要寻求4连霸。哇，欧巴了，欧巴喽！黄启恩抵达了嘞！哇，前个半局景兴国小挡住对方吃大局，之后现在有了攻势了。经过了3个半局啊，等于是9上9下之后，现在有人上垒。我们先拿1分出来。哎。第5场的无人出局，攻占上得点权队的上场第6棒抓野手8号林振宇。轮到第6棒的林振宇。而且徐总少棒赛这第8届嘛，过去7届龟山国小就拿了4个冠军。对，他们其实只参加6届，有1届没来是来不及报名吧？对，那次好像有其他比赛了。我觉得这一次每一次的比赛啊，然后我常常听到学校或者是教练讲，他们只要开始报名那一段时间，哇，对，好像是在抢那个演唱会，都是秒杀，抢5月天的演唱会都秒杀这样子。对啊，因为这个。最近几年才有到32队嘛，这个邀请赛啊，抢报名的，喂，哇，这是投变化球吗？对。哇，在一个外角拿着遭到了3振。这场比赛呢，庄云荣投出的第5次3振了。接下来1人出局，接着上场第7棒野手吕佑成。他不会跑啊！哎，不能再讲这一句话哦。你现在落后5分，你2垒到3垒，你不能用大人的逻辑来看哦。真的吗？这个观念还是要那个哦。不过以投手来讲啊，他就是对2垒可以做这个舒缓一下自己情绪的这种动作啊，不一定是真的要牵制啊，也不是觉得他会跑啦。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可爱，一下道理给你看。不用。是，就是不用用了。现在投了46球了，5局，这个用球数也算很省了对。一般呢，像职棒什么1局是投15颗啦，标准值就15颗。对啊，那4局投完是60颗，5局投完是75颗。那现在他5局了，一出局了才47颗。难怪是名球品啊！对这些非常的了解。你是名教练？我第1年当教练。第1年啊，2好2坏。变化球，哇！哎，落地形就安打，2垒的跑者停在3垒了。然后景兴国小有机会喽。经过了，接着上场打击第8棒由野手2号杨炳杰。换代跑。1垒那边换代跑。1垒上的安打李学成。
11号换代跑曾宇恩，代跑。好了，一出局13垒有人，景星国小这场季军战，现在已经是5局下半了，总共只打6局哦。这个少棒是只打6局的哦，能够追赶的机会不多了。白的，这个少棒才会看到的啦，一定会看得到。你如果在职棒场上的话，如果看到哇哦，我看名专业球评展员就马上念了。没有啊，可以啊，你干扰投手啊，他控球不稳，比出来一下。哦，也是啦，对不对？哦，可是那个好像是小孩子玩的游戏。不会啊，国际赛也有看过哦。很少。是啦，就是特别紧张，虽然投手又特别投不稳的时候，他不会像小孩子那样在弄他，在你的那个眼睛那边晃来晃，把球棒在捕手面前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是啊，所以这个2个重点，第一个他是故意挡捕手眼睛，第二个就是干扰投手。2好2坏，打破鸭蛋。哇，他们怎么这么还是很卖力的加油，有没有？对。哦，其实现在归年了，就很热啊。这个天气还蛮炎热的，小朋友要补充水分。真的要。打成界外。其实在，前几届的时候，因为徐总少棒赛都是在冬天举办嘛，对。那有时候在台北很冷啊，我这个就穿着还有长袖啊，对啊，我穿下来，然后发现你不觉得南部没有冬天这一回事？对呀。来看这一球，抓一个，抓到一个了，抓到一个，这个合理啦，3垒跑者回来得分，景星国小打破鸭蛋，但也出现了第2个出局数。所以东眼国小的基本观念非常的好。接着上场，景星国小第9棒，我们野手邱彦军。轮到第9棒邱彦军。不过他们再慢慢长大一点的话，刚刚那个球有机会策动双杀吗？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他们的基本动作这么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现在领先5分，然后我们抓最安全的出局数来去抓，因为我们还有4分的攻击。然后投手也可以压得住对方的攻击，所以我能抓一个安全的出局数就尽量抓。对。然后有一些可能在观念不是很好的话，往往就想要抓双杀，然后反而全部都是安全上垒。对，有一个都没抓到。对。好，那这场季军战呢是在博斯运动频道在博斯运动频道以及客家电视台的 YouTube 频道都有直播。等一下的冠军战在冠军战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平台，包括第4台客家电视台、17台，还有博斯运动频道，
还有中华电信 MOD 212台，还包括了客家电视台的 YouTube 频道都会做直播。好了，上到3垒。哟，这一分进来变3分，感觉还是有机会。对哦，吼，就有点不太一样喽。我相信投手的压力就可以慢慢呈现出来。有时候差3分跟差4分哦。那么我 Q 用的呀，就不一样的。哇，结果主审把他拉掉了，没有出棒，遭到了3振了。但5局下半呢，桃园市景星国小攻下了1分，目前1比5，剩下4分落后。好的，现在呢，比赛进入到的是6局的上半啊，在6局的上半，东源国小的进攻，来跟大家呢做一下更正啊。徐总的少棒赛呢，在本届呢是前哈卡丁苏腿客家电视台的粉丝团 FB， 还有在客家劲新闻 FB 呢做直播。那冠军赛的话呢，则是在电视哦，客家电视台17台哦。还有博斯运动1台，中华电信 MOD 212台都有直播。那网络的部分呢，都是在客家电视台的 FB。哦，景星国小刘玉安，总教练。另外呢，景星国小还有吴培辉教练以及罗国华教练。东源国小则是赖敏南总教练，还有骆正宇教练以及林冠廷教练。景星国小在6局上半，由原来的捕手来接替原本的投球工作，李俊恩来担任投球。好，现在6局上半，桃园市景星国小把先发投手林廷义给换下投手丘，是捕手10号的李俊恩来当投手。第5棒，少棒还蛮常出现投那个捕手去当投捕交换，对，投捕互换的什么的后，不会像那时候那个捕手。像职棒啊，有时候接很多投手投不进来都坏球，那个投手说啊，不然你来投啊，哦，我就啊捕手说好，我就来投，我们交换，所以少棒才会有这种哦，啊，不然你来投啊，我就上去投了。他们是没有教练吗？我真的找到那个。有些捕手真的会哇，投手一直投都投不进来，捕手很生气耶。真的会，真的会。如果捕手是学长的话，可是我相信在国小的对学长学弟制度应该还没有看得那么的重了，然后相对的教练也会去做一些指导。看外野手，哇，接到了 ，nice play，接到了，
9号的邱彦君，外野手，董毅打得也不错啦，哈。一出局，这个上场。他是左外野手跑到中外野手那边去，右脚程快，好，打击轮到第6棒的杨承佑。哦，这个主审很帅气，洪子清先生一把把球给抓住。哦，判定出棒了。主审判定他出棒了，有了，输出去了。打下来。哎呀，有接手。球评讲一下。对，这个球应该是打得非常的强劲，然后你还要跟他强硬碰硬的话，我相信在一个球点里面是比较不好。那我相信。其实你可以在因为球很强劲，可是在这个球点来讲，如果说你的第一个动作你想要往前的话，我相信那个刚刚是允许的。可是如果说在一个球技那么强劲的话，你不允许就是跟他硬碰硬。哦，哎，对。哎呦，投手犯规哦！投手犯规。当然，我不能说是在原地等球，对，可是还是要有一种律动的感觉。可是有时候，如果当你的球打得非常强劲的话，你还要跟他冲向前，想要去跟他硬碰硬的话，我相信这样是对你这个身体的律动可能不太好。我刚刚他应该也是投手，只是从捕手换上去。特别是少棒哦，投手犯规是一个最复杂的一个棒球规则。对。他刚好好像有点像突袭投球啦，就是没有 settle 的那个停顿的，然后直接就投这个突袭投球，犯了这一条。比如说少棒哦，有些裁判会先警告，教你说啊，你刚刚怎样？对，不会直接抓哦。会先让你知道说这个规则，然后让你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那个概念观念。对。毕竟少棒还是学习的阶段，对，那特别投手犯规又真的是最复杂的一条规则，真的。我就记得前看过一个文章还是什么，反正一个美国大联盟啊，这个投了15年的老投手，很厉害了。他说他一直到退休还不知道投手犯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搞不懂，他都已经。完全他自己都搞不懂。因为他可能就是按部就班，我该最正规的投球方式模式，然后 cancel， 然后就用最正常的。通常会犯规，都会有那个投手犯规，他就是想要用个偷鸡这2个字。哦。往往想要偷鸡，往往就是投手犯规的最基本的。一垒手。接到之后才1垒垒包，刺杀了打者，形成了2出局，2垒的跑者上3垒。泰山都没有当过投手。我台东王台东王是什么？我在台东，只要是上台上投球，可能就是称霸。哦。胜利保证。哦。在台东而已。到了西部才知道1山还有1山高啊！被打得好惨哦。因为国小你也当投手。对呀。哎呦。然后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所以到了国中之后，就朝向野手的方向去走。是。我绝不当投手，因为我的自信心被西部摧毁了。西部的球队摧毁了。你就称霸台东。哎，对，称霸台东而已。张台上一投，胜利保证。哎呦，
也只有台东而已哦。哎，四坏球保送了，哎，不错哦。东源国小。接着上场打吉东国小第9棒，6号、10号黄一峰。喂！好了，等一下哦。目前防守方的锦星国小只剩下6局下半最后的进攻机会喽，所以他们这个半局没有再掉分的本钱了。真的。哦，那现在是2出局。哎呦，刚刚那个上到1垒保送的已经溜到溜到2垒去了，真的。他捕手也不理他了。好了，有时候少棒会这样子啦。2好1坏。因为3垒有人嘛，他怕传到2垒去抓到垒，这样3垒的又跑回来。哎，真的，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嗯哼。哇，结果拉掉。打者遭到了3振，6局上半，东源国小没有再添分数，还是维持5比1，4分领先。比赛要进入到的是6局的下半了。桃园市锦星国小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了，这一场是季军战。不到最后关头不能放弃。所以我们常常听说过2人出去才开始，是真的吗？几率大或小啦。比如说以前第9局啊，如果2出局了啊，如果打局须上不是张泰山，我就把书包收一收，准备下班了。这一句话蛮中听的，说真的。是不是？如果是张泰山的话，我就还不能够先把这个把笔收好啊，电脑关掉啊，那时候还不行的哦。好了，在这个半局，桃园市锦星国小是从第1棒，从第1棒开始打。3垒手林永佑，打比架。林永佑，这守备能力非常不错的哦。但今天2次打击还没有敲出安打。哎呦，东源就是由这个庄云荣，慢的又很慢，速差有呢吼。真的懂得配速耶。是不是换头了？我曾经在想，我国小到底有没有变化球？几号？17号哦，换头了。有换头吗？换头，这个现在投手17号啊。不是吗？先来看一下3垒手接到，哎呀，出现一个大爆传呐！是刚刚的投手吗？是刚刚的先发投手守3垒吗？不是，还是15号。15号啊。对。还是先发了3垒手啦，杨纯佑15号。投手当捕手了啦。举手移防到2垒防区的7号肖彦泽。现在投手是本来的中外野手17号的马佑嘉，
对。这个爆传呢进入到了障碍物啦，所以是跑者直接送到2垒。哦，这个球被2垒手给接到了，一出局。2垒是中飞球，2垒手接球，第7节的右垒。紧急国脚接着上场第3棒游击手6号林廷义。嘿。那跟观众朋友预告一下，等一下呢，本来是预定1点半会有冠军战，但现在已经1点07分了，所以可能冠军战的时间会稍微，我这边看一下，哇，3垒手传1垒，刚刚爆传，有没有？对，现在对。对，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误就觉得自己失去信心，真的，哇，很像张泰山。有好，也有好，也有坏，我也是这么稳。好了，现在是景兴国小的第4棒啊，李俊恩，最后的希望啦，2出局了。那东元国小是在这8届徐生明少棒赛第3次打到前4强。哟，反手接传1垒，刺杀出局，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呢，东元国小是以5比1打败了桃园市的景兴国小，拿到了第8届徐生明少棒赛的季军。那景兴国小呢是第1次打到4强了，也拿到了第4名，也是相当不错了。恭喜东元国小。那也要恭喜景兴国小啊！景兴国小这次的黑马。对啊，能够打到4强，第1次闯进到了4强。好的，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冠军战大约是1点30分左右，张世友要寻求4连霸的桃园龟山国小，要对上的是高雄市的桃园国小。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锁定。第一个是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的粉丝团那客家进新闻，还有呢这个第4台的17台客家电视台，以及呢中华电信 MOD 212台的博士运动频道都会做 live 直播。好的，这场比赛转播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这个泰山，嗨，谢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徐展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每朝晨点风中，离开松松的眠床，传来夜，传我夜，教练教爱练书篇，下晡4点到9点，为临安练到月光沙发，练马球，练接球，基本通做碰碰球，天书放进太空比神，上网打拼是为了打条命。为了打条命，大家野球是为了爱世界，羡慕打拼，总得现中下。大家野球就是球队的路，抓下出发，冠军如风咱的爱比赛。太空提升，上网打拼是为了打条命，是为了打条命。